大堂中酒店周3公益日活动，今年帮助的对象是中华民国唐氏症关爱者协会。消费者只要伫拜三来到自助餐厅用餐，不但有拍折，而且饭店还会替你捐出15块到30块的善款，让这顿美食吃得更加有意义。今年也总共有8036人响应周3公益日活动，总共募得23.115块。唐氏基金会刚好是9个月的时间，虽然碰到了疫情，但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整个疫情稍微舒缓的时候，大家的公益的一个所谓响应相当不错。尤其这一次总共大概累积了大概有8000多个人的参与，那个23位刚好也达标了。而且不止观看，饭店嘛教导唐宝宝制作青葱脆饼，送钓竿嘛教钓鱼。唐氏基金会，我去观察以后，在他们的店里面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设备设施。那我去看了说，因为希望他们这个设备是能永久的这个永续经营。那最重要是帮助他们，刚好是恰到好处，而且说透过这样去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共鸣。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学做饼干，就是黄师傅带领着我们学做青葱脆饼，而且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郑总。他说日也想，夜也想，终于帮我们想到了一款好吃，然后孩子又做得来的饼干，真的很开心。市府社会局长陈英基、甲观光旅局长郭正惠也特别出席活动，并肯定大堂中酒店这15人来对着公益活动的大力支持。我很感谢我们郑总经理每一年都这样子的做中山公益日这个活动。呀，也协助了我们大概相信到24个团体、弱势团体，包括我们的德兰、还有国立恒、还有华山基金会等这24个团体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很谢谢，这也是我们政府单位有些部门做不到的地方。那我们也不能去想说我是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这个部分有些缺部分呢，还是有我们的公益社会团体。温馨的一个带动，让我们整个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协助。台糖长荣酒店在郑总的带领之下，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从社会获取的，我们再还给社会。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大堂中酒店总经理郑东坡表示，完成了中华民国唐氏症关爱者协会爱心行动后一次的帮助对象将会是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希望为因募得30万的医疗照顾经费，希望市民朋友做伙响应周3公益日活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